中国正面临经济困局。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当局3大政策急转弯，不仅共同富裕被效应，还强调支持民企。针对国进民退、政治资本家等等这些让外界担忧的种种，习近平声称他一贯支持民营企业，民企是自己人。不过，学者认为北京当局对民企的控制是不会改变的。中国经济陷入黑暗时期。中共结束了2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习近平再三强调战略自信，要顶住压力，相信曙光就在跟前。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发现清零和意识形态无法成功，准备重新回到经济发展路线。自从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力挺民企后，中共官员立马重新审视针对科技和教培行业的政策。学者认为，民营企业家们对朝零夕改的政策已经丧失了信心。过去几年中，中共当局喊得响亮的共同富裕，被外界认为是走向共产主义、压制中产和富裕阶层的政策，但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已经绝口不提这4个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公民实验室12月14日发布报告说，中共警方正在大规模采取民众的虹膜扫描数据。虹膜识别技术是基于眼睛中的虹膜进行身份识别的技术，主要应用在个人信息确认上，可以精准地与人一一对应。据称，虹膜技术可以在几秒钟内准确地确定一个人的真实身份，这是身份证、护照等传统信息验证方式和指纹、声纹、面部和 DNA 的生物特征识别技术都做不到的。公民实验室的报告说，2022年1月8日到9月26日，中共警方在青海省的3个地区收集了120万至140万人虹膜扫描数据。专家分析说，这可能只是试点，一旦中共觉得成功，就会推广到全国，对所有的中国人进行监控。印尼通过新刑法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的人最高可判15年徒刑。专家认为，这是全球防范中共的大势所趋。12月6日，印尼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法案第188条规定，在印尼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并列举了由重到轻的刑级划分，其中以口头、书面或媒体等形式公开传播或发展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被处以最高4年的监禁。若以上的行为改变或替代印尼的建国5原则，最高将判处7年监禁。若有社会骚乱、财物损失或死亡情况发生，最高可判处10年到15年监禁。历史资料显示，印尼曾在1960年代达到了共产主义高峰期，共产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人。1965年，印尼政府开始大举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之后共产主义在印尼一度是禁忌话题。虽然近些年中共与印尼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但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较大，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锤子、红旗等在印尼都是禁忌。有了法律的严加防范，专家认为中共的大外宣以后在印尼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狭小。12月16日，日本通过了3项安全保障文件，要花费3200亿美元对日本进行扩军。安田内阁新推出的扩军计划将在5年间让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翻一番，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日本大规模扩军计划包括购买500枚战斧巡导导弹，开发自己的导弹，开发第6代战斗机，开发更新更强大的驱逐舰和其他零散项目。日本自1976年起
就将国防预算限制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但是岸田的计划将彻底打破这一限制，这将使日本成为继美国和中共之后世界第3大军费开支国。这份战略文件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严重违反禁止使用武力的法律，撼动了国际秩序的根本，而中国构成了日本至今为止面对的最大战略挑战。塔利班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长穆罕默德·纳迪姆在12月20日公布的一份信中，命令全国所有私立和公立大学立志禁止妇女上课，直到进一步通知。阿富汗的女大学生们说，他们的学校已经通知他们从星期三开始停止上课。塔利班政府高等教育部发言人哈什米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封信，并在给美联社的信息中确认了其内容，但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这一决定肯定会损害塔利班在该国陷入不断恶化的人道主义危害时赢得潜在国际援助提供者认可的努力。国际社会已经敦促塔利班领导人重新开放学校，并给予妇女和女孩进入公共空间的权利。